好多人去新疆玩，最驚就係轉機辛苦，行程又趕。呢一次北疆伊犁11日團，直接幫你解決晒所有問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美美假期豬豬，香港直航烏魯木齊往返，唔使轉機，留足時間睇靚景，世界自然遺產天生天池，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，賽里木湖，神嘅花園喀納斯，中國最美鄉村和木村，魔鬼城，那拉提草原，仲有獨庫公路、獨山子大峽谷，一個都不漏啊！一般團冇嘅伊犁小眾秘境，呢一次全部安排，天山花海、闊克蘇大峽谷、下塔古道、天馬玉河，睇盡新疆最靈動嘅自然風光，食住都幫你安排到最足，全程5晚餐，包酒水、溶肉串、冷水魚等西域美食等你去品嘗啊！報名15位以上仲送一隻烤全羊，住宿揀當地4星標準酒店，瞓得舒服，玩得盡興，全程無人機航拍服務，2+1豪華巴士，喀納斯 VIP 包車唔使排隊，那拉提小車隨走隨停，商務車體驗獨庫公路，細節位都幫你諗到足。呢一個北疆11日直航純玩團，門票加車費全部包晒，經典加秘境全覆蓋。想報名即刻打熱線電話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各大門市報名啦，記得點讚加關注啦。